故事是怎样开始的？大约是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便如霜。那被遗忘的岁月里，陆源，早已埋下因果的种子。你不是陆源？我是陆家丫头。阿叔，你都有白头发了。对了，阿叔，什么时候才能不打仗呀？爹爹就能一直陪着我们了。在不久的将来，圣国的百姓会因为你过上太平的日子。我？那我该怎么做？你不需要听任何人的，爱你所爱之人，做你想做之事，终有一天你想要的都会实现。小丫头，请帮我个忙。如果你见到那个等待我的姑娘，请帮我转告她，我爱她。我还会再见到你吗？会的。阿叔，你没事吧？你认识我？那时我还不明白，他看向我时怎么哭了？为何总是满眼悲伤？有个人在等我，可他却再也等不到等待他的那个人。可是阿姐你呢？难道你就真的甘心踩一辈子君子，然后随便找个人潦草嫁了吗？很多事从一开始便无从选择。我所剩的时间恐怕不多了，所以咱们做个交易怎么样？你陪我做3件事，我如实回答你3个问题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叫沈不言，这首曲子是我所作，你在哪儿偷听的？是在一个水边的亭子听到的。今为何年？今夕仅凭30年。距今18年。我今年方才18，你说18年，那不就是我在娘胎就奏给你听了我没说18年前啊。 ？18年后？说不定呢。最后一问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我看你天资聪慧，是块璞玉，所以想教会你些东西，这样你就不会再被欺负了。那你可小瞧我了。还剩最后一个。你这个老人气，不准打我阿爷！你们这些人都是卑贱的神奴！年少时若遇见那样一个人，温柔、我来。善良、正直，令居于一隅的心生出了广袤的期许，安能不心生欢喜？那我把他卖到窑子去。周公子，我想代替这姑娘。陆源，阿姐，阿姐，哎，你谁呀？你拦着我干嘛？你阿姐让我们相信她。最初的理由，节度使大人，民女要状告本州木坚通敌谋私，清廉正直之人。这是木坚给北烈的亲笔回信，我假借名义住在了木坚府上，趁他们不备，偷偷找到的。后发制人、釜底抽薪，都是你教我的。看来你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。我要走了。走？你要去哪儿啊？可能回家乡吧。家乡远吗？远，可能很久都不会再见了。说不定他还会回来呢。陆源，既然你也舍不得走，为什么不能留下？有些事并不是你想就能如愿的。有些话回想起来，却句句是伤。沈不言，
我的。我们被困在一个逆向的时空里了。沈不言，连当面告别都不敢吗？你不懂，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。沈不言，你站住！那日你问我，如果知道一个人10日后会死，你会选择告诉他吗？那我现在问问你，如果你10日后会跟自己喜欢的人分开，你是选择第1日便走，还是陪他度过剩下的9日？我尝试了太多办法了，可命运总用各种方式和你作对。我也想留下来，可我又能留下来多久呢？可越是这样，你越应该珍惜相处的每一刻。再见。什么？没事。火风堡的信。前线形势不妙，火风堡恐怕不日将会沦陷。若真的失守，琉璃谷将会成为前线战场。你就是找到木间贪污罪证的陆渊姑娘吧？你们需要找的是能够以身犯险，打入北炼内部获取情报的人。那你可愿意担此重任？沈不言，你回来了。我要去一个地方，今日就得走，但不会让你等太久的。这个玉佩对你来说，你也很重要吧？那时的我还不懂得，你留儿上的他，我想把它送给你，是怀着怎样深切的绝望我就会一直陪着你。和浓烈的爱意，沈不言，像水流而下的我，再见。道着诀别。你要等我回来啊！一定要等我回来！那之后，穷尽山川河海，再未寻得他的踪迹。我如愿变成了他所期盼的模样。不，是我努力成为了自己想成为的人。陛下执意举国北伐，正追捕李丞相。羽林卫奉旨达人。屋里走。门口的血迹是怎么回事？刚刚不小心晃了神，撞碎了花瓶，弄伤了手罢了。他这个木字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可知当今天子名讳啊？大圣的宫门永远为陆姑娘打开。我为朝廷呕心沥血，现如今如丧家犬一般被羽林卫追捕。陛下年轻气盛，却不知杀敌1000，自损800。所谓战争，不光是对敌人的战争，更是对我大圣子民的战争。丞相，或许我还有一个法子，说不定能够说服他。血红已经非烧不可了吗？3年后的上巳日，就当我以为曾经的一切不过是年少时太过惊艳的梦时，他又乍然出现眼前。你回来了。我回来了。我们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就是在上巳节。我更喜欢走在街上，逛逛夜市，吃荠菜煮鸡蛋，折一只杨柳，跟自己心爱的人一起平平安安过一个上巳夜。原来那一日。你说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做。现在时辰太晚了，反正我们来日方长。你为什么要杀李丞相啊？他是一个好官。他一个勾结北烈的小人，你怎么能相信他呢？他不可能勾结北烈。如果我非要杀他呢？这样的沈不言，与记忆里相去甚远。我们就此别过。那样熟悉，又那样陌生。你这次回来还走吗？我不走了。我们回南梦湖吧，咱们回南梦湖踏青，我给你补过个节日。这次与你一起，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变过。可是沈不言，为何你总是眉头紧锁呢？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？简单、快乐、自由，不求大富大贵，有家人相伴相守，
那便是我想要的生活。那我们不回江都了，就留在此处，长此以往的快意下去。此事关乎生国万千百姓，且李丞相对我陆家有恩，于公于私，我都应该阻止陛下的行为。若我能了结此事呢？你是否愿意离开镜花楼，与我结庐南梦湖？机智如他，善变如他，似乎永远是18岁那年无所不能的沈不言。所谓强国，大概如此了。我大圣正空缺丞相之位，不如就由你来做吧。你比那李庸不知道好多少倍。你便是朕的皇后。我已有心悦之意。赵庆龙，不好，陛下有危险！你比那李庸不知道好多少倍。谁也无法预料，那拼尽全力想要改变的命运，却是由他亲自书写。太傅，你有看到我父皇吗？你父皇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，他让臣代为处理朝政。小心！还好没有摔坏。你哪来的这玉佩啊？它对你有什么特殊含义吗？所有谜底揭晓的那一刻，显露出的是无解的命局。原来那些关于我们的记忆，从未听说过是我的过去，这里僻静清幽，要是能多棵花树，却是你的未来。前面这是几样？唯独没有现在。没有讲，我们的困难像个时空。你我之间真的注定陌路。陛下投机复发，幸亏我发现及时，保住了陛下性命，但却心智失常，状如孩童。丞相想要我怎么做？做御前长公，而我负责政令外出，如此可保大圣衣食无虞。不要去，你会死的。我早就死了，不是吗？对你来说，我不过是史书上寥寥几笔的陌生人罢了。我该走了。你既知晓，那我便一五一十的把未来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你。不必了。若我的命运已成定局，不告诉我，反而是一种仁慈。至少我还有所期盼。沈不言，不言，真的没办法改变了。你早就知道了，不是？陆渊，沈不言，陆渊，你等等！天意如此，与我谁都无法左右。皇后娘娘，若真有下一次，皇后娘娘，我有事。哪来的登徒子？我不要与你相认。你们不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他这次什么都不知道，果然我下次什么都没有告诉他。可一次次的相遇、重逢，甚至诀别，也何尝不是命运给予的仁慈？阿石，阿姐，带少爷和以华回宫。皇后娘娘，敢问今为缘起何年？我想知道一个答案，公子以为呢？却又害怕听见它。大概缘起15年。原来还要10年。今为缘起5年。皇后娘娘，10年后的今天，李庸会投敌叛变，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养子，不能为他挟持了。我根本没有什么养子，李丞相也不会投敌叛变，请你速速离去。现如今的大圣，宜和不宜战。火风堡的百姓到现在还在被北猎人奴役，难道就把他们给忘了？好了，阿石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沈不言，在你尚未经历的过去里，我已知晓李庸的面目，却无法与之正面抗衡，所以暗地里拼命的布局谋划，想跟所谓的命运争他一争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想帮陆石促成火风堡之战，但你可知此战他凶多吉少？你说什么？有不虚地，夺回火风堡。缘起5年的火风堡之战，便是陆石的死劫。
陛下有旨，大将军陆石即日出征，收复火风堡。阿姐唤我来有何事？火风堡一定要去打吗？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，那就没有人愿意上阵杀敌了。到时候哪儿还有国，哪儿还有家？阿诗，阿姐陪你一起。如果实在不能阻止他，就带我一起去吧。我曾经改变过命运，说不定这一次还能破解死局，逢凶化吉。到时候陆石会率领主力攻上山头，占领高地。那进入峡谷诱敌的陆石又会是谁？明日自然会有一个信得过的人去完成这个任务。如果命运真的可以被逆转，戴上这假面的人也不该是你。如果必须有一个人要死，我希望那个人是我。我每一次心怀期许，却要被狠狠地打死。但是我仍然抱有一丝的希望。我们赢了，赢了。我决定了，太好了！不管多难，我都会留在这儿陪你一起面对。你看陆石的命运，我们也成功改变了，不是吗？如果我们现在就击垮李庸，那一切都会随之而改变，不是吗？这便是陛下5年前赐予我的信物。我本想以此登上后位，与李庸正面抗衡，但我始终在等心中的那个人。我们回家看看吧。家。我们回家了。自从阿爷离世以后，这个家好久没有这么完整过了。郭伯伯，北安王是被李庸秘密杀害的呀！说什么呢？你胆敢诬陷义父？我阿石，他是北安王的孩子，你们给他起个名吧。岂曰无衣，与子同长。楚同长，他就是楚同长。楚同长这名字好。他就是统一9国的圣武帝。这位公子还会算命啊！我会收养他。陆长公，杨副将请您回火风堡一趟。不对，为什么我还会有和你相处的记忆？不，如果我们的命运已经被改变，你这次选择留下来，那密想的时空应该已经终结才对。可你与今日的我继续走下去，尽显封侯之徒。陆大哥，别出来！为什么我还会在我的过去遇见你？若没有当年的你，又何来今日的我？正如没有你，当年恐怕就不会有那块凤牌。你们谁敢上？这说明一切还在按照原来的轨迹发展。阿石，阿石，事后来报说北雷的追风营已经卷土重来，我们就该死守，等着李丞相的援军来救咱们。李庸带兵来了。是。不退也不守。李庸向来斩草除根，不留后患。你胡说，是他！恩师，你渣货！别烈军打过来了！快跑，快跑！陆大将军已经死了，朝廷不会放我们的，谁拦我们的路，就是要我们的命！乡亲们，这个人是北烈的奸细。可是他说的也是事实啊，我们怎么可能打得过这么多北烈蛮子？我一定会守住火风堡。区区女流之辈说什么大话？信你有什么用？皇帝老儿也在，这么多都不管我，我看不如冲出这城门，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啊！远期5年，吕官陆庸妖孽惑主，尊宠之礼，终至奉牌，登至后位。
我知道，如果每个人都想着保全自己，一旦选择了这一路，那就没有人愿意上阵杀敌了，注定要惨死于未来的某一。到时候哪还有国？但这个选择，哪还有家？其实5年前就已经做好了。吾乃大圣皇后，信物在此。沈不言，难道你还未看清这苏宁？无论苏宁如何，我会留在这里，与你共同面对一切艰难险阻。众将士听令，准备迎敌。上！按大圣礼法，没有册封诏书，一律做不得事。陆长公，献阅了。陆师已经牺牲了，若此时再起内讧，岂不是让本君趁虚而入？陛下，现如今只有8岁孩童的心智，咱们这位陆长公竟妄图操控陛下，谋权篡位。这不一样！只有我这样做，你的命运才会被改变。我不能再失去你。别担心，10年后生死也。阿渊，两败俱伤总是下策，不如你我共治大胜。我会让全天下都知道，阿石是战死沙场的。为了大局，你的提议我接受。知道10年后他会来，让我在那漫长的岁月始终怀抱希望。可当看见他望向我时，那陌生探究的目光，你来了。关于我们的答案，我等你很久，在心底昭然若揭。我们认识吗？原来是最后1年。你不懂，你根本就什么都不知道。现在不认识你，以后就认识你。妖后入渊。你见我的第一面，原来是这样，就要杀我。我若是真的想要害你，你也不是我的对手，不是吗？沈公子，我们做个交易，你陪我做3件事，我如实回答你3个问题。你怎么知道我姓沈啊？沈不言，18年后，我懂了，我也知道，你想要靠近，你头上有印，却又不敢靠近的衣领外，公子可愿意与本宫同游？今天什么日子？春3月上巳日。今夜你就把我当做一个寻常的百姓。哇！我呢，下辈子希望做一个寻常的百姓，看遍人间烟火，做一个逍遥自在，再也不要当什么皇后娘娘。为什么？人世间有诸多的遗憾，我的遗憾是没有跟一个人好好一起过上4节。你干什么？柳枝沾露，不系去簪。那我这个替身是不是可以功成身退了？去吧。我走了可不回来了。我知道。10年后的今天，李庸会投敌叛变，他会带着伪造的求和国书和城隍图逃往北列，他会在亥时3刻从东门出逃。你一定要提前布防，你要保护好自己的养子，不能为他挟持。皇城，都给我退后！离开的他去而复返，我既高兴又害怕。沈不言，你不该来，可我也知，一定会来。沈不言，我这一生遗憾无愧，我会为你相依，我会为大圣付出一生。因为这样，沈不言。
又会被缠抱上一种幸运。你还会再见到我的。能遇见那样的你，能成为这样的我，你口中那必死的结局，似乎才是我最好的因果。更何况于你而言，我早已是白骨一具，黄土一袍。沈梦言，对不起。如果你见到那个远道而来的山路，请替我告诉他，我爱过他。晚安，陆姑娘。